好。咪咪姐用秘密武器，哎，没有秘密。等一下，听说吃素的人都会比较漂亮。你看一下姐姐的皮肤多最好。佳代言人，张妈请吃素，谢谢。张妈爸没有啊，张妈爸也很好。手好巧可哦，爱吧？很可爱，可爱。当身体比较可然，爱。当然的。对，我刚才不是说了3颗吗？好好吃哦，够你为本呢。这太棒了吧！你每次在做菜的时候，婆婆、妈妈、姐姐们都对你眼睛冒爱心哎！你看那边，请来点掌声，拜托！太厉害了！哎，你们师傅黑美与时代还在较劲，你让我更爱主持这个工作了。你爱主持对不对？我爱林胜志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那就所有现场乡亲朋友，大家好。我要苏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来说白看。今日同輝去有傳到我嘅故鄉苗栗嚟哦。冇錯，不過你也是很好貼撇哦，因為所有嘅來賓今日做嘅菜全係齋菜。冇錯，今日呢就係來齋菜比太平一下。故數呢今日搶到嘅師傅，咪係師傅會做齋菜嘅牛年哦。以前呢來分享到嘅係嘅料理新秀，也是素食界的王子，係你啊森之師傅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龍山放羊，大家都看一下哈。我的天菜啦，也算素食啦哈，如子病如是福。大家好，我係陸師傅。你的天菜是什麼意思？就是菜啊，一定要跟菜扯一點關係的嘛。哦，好，馬上嚟分享到牙牙嘴嘅鹹水炸，係表姊妹嘅來自中南嘅哦。分享到嘅係權陽記、老咪咪記。哎呀，你可唔可以安定音聲咯？可愛喲。好好好。呀。先來看一下哈，咱是今日分享到嘅來賓哈，強榮係來自竹南鎮哦，係母女檔哦，強勇梅佬林阿姨，歡迎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好，大家好。衝嘅哈。好，既然係兩個都係中南嘅話來看啊，像每樣風吹呀，就會收嘅中南嘅特別，有乜嘅好教好食好料嘅？甜명의作八通。哦，甜骨係嘛？係甜명啊！我哋客家話講甜명。甜명誒，有做過冇？有哦，有一款哎呀，行行嘅。係哦。係啊，都乃當唔講嘅。龍鳳唔講。龍鳳唔講嘅特別啊！哇，佢已經係8、9年嘅歷史了。有。佢睇講真嘅，早期我來聊㗎下嗬，我當年叫下來做啊。其實台灣當到嘅五講，先要按用嘅傳統。冇，我兩只有兩個，只有兩個有。那麼就係用按五講。對，只有兩在有。我嗱都看一下，因為竹南我其實當到好舊嘅素材啊，你問一下諗出嘅阿姐河咧，你到竹南哦，很有嘛嘅貼片素材，做啲推薦大家啲冇？要到竹南鎮家當子母。水塘跟日本時代嘅戰爭過來時節，風景前吼，兩年時節做得去吼行路、客山，吼空氣當好。哦，你要當只皮改片嘛？要，上去皮改片行。要哈，難怪莫怪你嘅身體看起來當空氣。要冇？係哈，基本你可以帶來齋菜哈。等下就本師傅來看下專業嘅評分。冇錯，齋菜冇按簡單做哦，都大家食用咩樣嚟把握呢？馬上來進行踢館嘅挑戰。料理大鬥士，大家顧客都要選係自家嘅好面試，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鬥士咯！好啦，不用假呢做鬥陣家嘅秘密武器出來貼片牙縫住嘅哦，我見到一道邊嘅米湯已經傳到嘅道邊嘅，嚟請教一下兩位，蘇紅拿係乜嘅？蔬菜蔥油，蔬菜蔥油。哎呦，很香便利破皮係，那按眼就撇到，我仲要刺心，那按眼就撇到。切架表嘅係麼？哦，切架表嘅，切架表嘅，打煮嘅。哇！誒，蔥油誒。哦，好香哦。都厲害哈！啊，唔過根本要拿一個蔬菜蔥油來變化做乜嘅料理咧？在嘅客家小炒。哦，在嘅客家蔥油，咁樣就冇不用用嘅咯嘢。用素嘅肉，還有頭皮，哦，杏鮑菇，
很饱和啊。系啊，啊，这本食材诶，里面真的是都很厉害，给它炒牛的米头。嘿嘿嘿重点是这个灵魂的味道了。係啊。有信心嗎？有哦，非常期待咧，因為網肉啊，到底用乜嘅東西別出香味，等下來看。不過先來看一下，咱嘴兩碗凍風、凍辣、凍肉川味靈魂兩碗係乜嘅？油泼辣子醬。哎呦，等下馬上按個名吼，很專業，這麼專業。那我們今天要拿來做的菜是什麼？紅油元寶，紅油元寶，你係自家做嘅係冇？黑哪做誒？用慢做，簡單到大家講一下。油潑的意思就是滾油下去，然後讓香氣嗆出來，形成一個辣椒的紅油的香氣。哦對，借聞一下，借聞一下。想聞哦，我還捨不得嘞。但也不是你的。哦啊，想問一下，你兩碗做嘅吼油潑辣子醬，那配啥講嚟？買個重慶啊、川味，又買個冇平農嘅蔬菜嗎？有沒有自己改良的地方？醬裡面我還會兑一點點，可能你自己再加，醬油啦、醋啦或者糖啦，然後再把 mix 在這裡，屬於我們自己喜歡的口味。哦，對，唐起來動功夫哦。我們呢？所以等一下我那裡啊吼，我做紅油元寶，元寶就係水餃嘛，吼，糖講係植物性的，對不對？對，植物性的。哦，大家好好來期待一下植物性的元寶，謝謝。好吧，加油一下。好，咱們就信心嗎？要。好，第三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好，太開心咯。哇，兩組啊，都會拿出一個等於係講醬料的部分。以這個素菜王子來說，做仔菜啊，它的這個醬料應該是關鍵吧？醬料該香味青蔥油，又該辣該梅頭啊，又該香該梅頭青蔥油。青蔥油，你怎麼一聞到辣子醬就已經滿身大汗？等一下，先讓你擦個汗，好不好？來，那衛生紙咯。我問一下哈，其實今日我們場準備兩碗哈，這個蔥油嘛哈，韓國有乜嘅食材，讓大家講一下。有特管、小黃瓜、酥嘅酥肉，還有蔥，還有蒜，還有辣椒、紅蘿蔔，還有芹菜，還有特皮。原香雞呢？你喺故鄉到哪？係故鄉梅縣。梅縣啊，故屬嘅本地都幾大個西啊？江西縣。江西縣。我睇了咗講下。啊！今日特別係後樓嘅梅縣呢，客應該係窮樣吧？冇乜嘅要窮樣啦。冇乜要窮樣哦。嗌咗學入邊嘅客。啊！嚟呀，台灣幾多年了呀？26年了。哇！那你差唔多大細咧。今年沒有今年23歲咧。哇，很快見到啱後生時生啊，太了。你睇你們大學生畢業的。大學畢業。幾公二啦，幾公五啦，可以。我要愛學，大學畢業路咧。今日台灣呢客家炒肉，留嘅廣東梅縣呢有窮樣冇？啥冇乜嘅啦，啥冇嘛？係我蠻好奇的，因為冇食過。係啊，韓國應該吼，大家一般都想嘅，客家炒肉圈係要加人家講嘅，唔係個腰啊、豬肉嘅三青肉啊。係啊，冇食過齋菜嘅炒肉嘅。冇食過嗬。180歲嚟看好什麼哈？哦，是啦。問下孫子師傅，你做過客家版本的客家炒肉係齋菜係冇？有啊，唔過嗌冇不用按度料啦，這種紅蘿蔔跟小黃瓜冇不用按度啦。它簡單，它簡單嘅。那因為後要煸卡久，我覺得你要不要一片來煸？好，要一片切，你煸，這樣是不是比較好？對，好。因為你一下冇肉啊，到大家用完用完出來係關鍵哦。兩個油啊，用乜個油？兩個秘密武器。那交給你了，咪咪。好。咪咪姐用秘密武器。沒有油，咪咪。這個沒有油。蠻加油哦，唔是本地聽見眾啦，先去看咱嘴。好，加油加油。你係乜嘅東西？標菜咧係炒過，唔是標菜耶，去皮哦。去皮，沒看過。唔是標油哈，標油。做乜會去皮啊？去皮在那包元寶，愛包。你要現包哦。現包，現做現包。我等下可以幫我加4顆嗎？不要只給我1顆，好超過。好，我們會多做多一點。太好了。你要係照炒啊？照炒，炒表皮照。平常時都會食仔菜嘛？食仔菜。聽說吃素的人都會比較漂亮。
你看一下姐姐的皮肤多最好，佳代言人她的儿子跟你差不多大啊也就是她跟张妈妈应该差不多大。张妈啊！妈保养的很好。张妈请吃素，谢谢。张妈保没有啊，张妈保养很好。你种个哦，去炒米糟，哦，炒我毛水啊吼，係唔係因為等下爆嘅時節咯？嗯，煮了以後怎麼出水啊？不不要怕它破掉之類的。不會，就是哦，你下炒米糟，等下去爆都唔會出水。嗯。不過應該還是就炒菇啊、撈雞、吊菜哦。嘿，它就炒馬雞毛，跟裡面的料餡料。有。哦，還買豆芽片。嘿，芒冰落去。這個是什麼？这个是现在目前健康饮食里面的新植物肉，这个也是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，吃荤食呢少了蛋白质，外国就研究说，哦，原来我们用素食也可以达到有一个很好优质的蛋白质成分。你们这个秘密武器豆导演用了哪一片呢？蘸酱吗？用料啊，冰哦，元宝地图哦。大家有吃过红油炒手？对不对？哦那红油炒手的话，它就是就是很多的红油。那我只是说把它改良成饺子的元宝的感觉。这对个，姐姐声音好像播音员哦。哎，来到台大讲，你这个好了吗？哎，弟呢？这样 OK 了。还没要炒到完全。我们先不要炒他们，我打扰他的节奏了。这没有水了。不要这样了。哦，杀手哈，注意时间哦，注意时间哦。哇，好厉害，金勇气。谢謝。你那菜菜你做得白多呢？哎呀，我撇到上來，撇上來。因為我哇，哎呦，咪咪姐，馬上做個生日瓜，可耶，手好巧哦，愛吧？很可愛，可愛。當真的比較可然，愛。這是當然的。對，結婚了嗎？我已經50幾歲當阿嬷了。啊當阿嬷了，對啊，啊，那我們沒機會了。這樣嗎？那個黑，這個是醬油嗎？對，醬油，因為他在煮的。我在的。哦，一般人是問完再加。哦，是哦，在家哦。沒有，這是汽水。可樂。哎，兩馬雞。好油噶，好油。所以你都個避免武器哦，佢葱油是用到一開始啦，哈。係，一開始先放落去。哎，好香哦！冇想過原來齋菜嘅蝦甲炒牛，哎，做得安香哎。對啊，香。像這個素肉其實也是豆類嗎？對，也是那個。你係找嘅啦。所以你要種肉哦，蘸肉咪做得白嘅嗎？可以都得。可以加一點這個。好，這是黑胡椒哦，這是白胡椒，你要哪一種？這個是啊。我發現他們兩個習慣先加再問。對。反正都救得回來。對啊。會不會太多？不會，然後加一點點米酒。哦，那個是米酒，對。哇！哦，等一下，他會做馬雞嗎？樣一直傳到尾好嘞哈。差不多要好了。我好嘞，我好的。剛剛一款辣椒料。對，我們試一下味道。快洗爆嘞！快洗爆嘞！哇，教我們包水餃，那不是說要3顆嗎？好好吃你們叫豆米為笨呢？那是恐怖嘞，哎呀。它會咬人哦。元寶的形狀特別吉祥。現在這個不用了哈，哎。你要叫寶貝啦，寶貝，喂。你弄個。好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看那個姐姐包水餃好厲害。你看你要手勁是啲哦，其實緊緊本來是凍會包哦。哎，我沒有用水嗎？哎，對呢哈。沒有，因為這是早上才現做的餃子皮，就不太需要用水。因為水分就啦。可以多做幾個，讓我帶回去嗎？有，那這麼多。這看起來也太好吃了吧！哎，剛剛蠻講到啊，姐姐也在整鴨皮馬雞。哎，對啊，你做馬雞挑乳啊？職業？自由業。我聽說的不是這樣哦。油業，畫圖啦，教小朋友。到秘書嘅信上。哇，魔怪樹案沒有啊，教小朋友畫圖啦。教小朋友學習如何創作。這個是燙好的嗎？還沒，等一下，這樣不要從這邊燙，要從這邊。你還沒會爆落去的。你要等下這樣用到嗎？哦，你們家通常都什麼時候包水餃嘞？哎，平常都會包。哎，很瘋哦。哎，平常都會
拿来包水饺。安样围绕观众朋友吼都新鲜哦。哎，会哦。会。哎，唔过煮水饺有的人喺讲冷水可以是煮100滚就好。哦。那你啊，就会煮法很样的呢？没有，滚的不用喝油嘛，比滚用滚的还不用冷水落去。我不用几多摆冷水。不用200，啊，滚200个比滚起来，滚个以后盐巴会浮起来啦，浮起来刚好。这差不多比我熟了。滚了，就在煮了哈。水有拉吗？拉吗？哎，水是不是不够？水够不够？蔬食的话就很简单，蔬食不用像荤食需要经过2次的。哦，它其实是1分钟，现在先不到2分钟它就熟了。以黑仔菜嘛，它比较不会有那样熟那么久的问题。不会有熟或不熟的问题哈。它叫熟了。老师，我要问问题。除了避免无鱼之外，另外日本风色係乜嘅？那是香油。香油大落呀？对，因为每种香油的香气不一样。冇同样啦。对。我等一下加水了，有水啊。好。好。不过我们要不要盖起来？最快一下，大家就会倒数。好，加油。好，走了啊，慢慢煮哦。有试吃了吗？有。蜜桃油咖喱吗？很喜欢。很喜欢。她突然变得很少女耶。我觉得有粉红泡泡。是因为她还是她？选一个。都有。OK。他们2个比较重要，等一下分数，要给分数。所以鸭它已经厚哎，黑吗？可以啊，好了，是不是有试过味道了吗？有哦。当然用来就来倒数了。好。3、4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下铁怪地图，两副卡都拿出来比咩武器，哪一个较针对嘞？哇！冇想到铁怪地图啊，两副卡都很厉害。突破太下对下嘅仔菜上上，先来吃一下风水下嘅仔客家炒肉。昔日白雪到吼仔菜嘅炒肉嘅，把杏鲍菇取代嘅用嘅。原来菜肉别过以后，真经会下好食嘅。蔬菜葱油对不对？对，好香哦！我唔可以揾有油好面呢。当香哦，当好食哦。鸭种水起来唔好按油。咪咪姐你觉得呢？很香，很香。好，来问一下哈，雅瑜姐，你觉得他们做的怎么样？很够味。以蔬食来讲的话，是做的真的很好吃。对，我觉得很棒。用妹啊这嘞，你取到几条做的用板？真的一级棒，一级棒哦。来看一下哈，民主节其他冻球嘅烟波，那个油泼辣子酱，哈，来试看哦。好来。提日白肉来变到咸葱咸爆水饺呢！天哪，这酱也太好吃了吧！我要订。比上的好食，地主又感动 juicy， 有个吊吹的卤蛋跟汉堡菇，最主要是呀灵魂酱料，很棒。我刚才不是说要3颗吗？好好吃哦！你们讲英文本呢？平常请吃的嘞？当好食哦，哎，满是过按样蔬菜跟水饺。咪咪姐觉得嘞？油酱还蛮特别的，辣椒的香味有出来。好，来一本雅瑜姐来讲哈，你起家做的油泼辣子的红油元宝，你觉得做的怎么样？现在可能时间上比较赶，馅料的那个 mix 进去的那个味道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重，比较淡了一点点。如果可以再多个10分钟、20分钟，让植物肉可以吸进更多的元素进去的话，我相信它一定会更好吃。你平常对自己标准都这么高吗？看着大家脸上吃到，就是很开心，然后脸上出现笑容的时候，其实是最大的成就。因为对 Andy 来讲已经冻好学嘞，对不对，娘妹姐？真的好吃。怎么样好吃？亲爱的妈妈，谢谢。你宝贝做的如何？做了冻哦。韩国该还冇讲到，就是那个油泼辣子酱哦，做了还有妈嘅香味耶。冰格会拿来卖啊，那个好好吃哦。现场应该就有人要买了吧？哈，我2瓶。哦，赢中的时间马上就会倒流，先来抢你的生之师傅抢本分数。冷水。好，大家来看一下阿炳哥抢本分数。没冷水呢？你有看到这边咪咪已经哭了吗？
不会，不敢看，不敢看。不会哭。来，先讲评一下，公平哈。呀，两队嘅每套刚好有那香味就出来啊，蓝队咧哦那个酱料实在是哦，挺好吃，有个麻辣嘅香味出来。啊，还有cái水饺底度就有cái雕吹啊，我是都我冇想到就按厉害有cái按有cái想法啦，我妈就学到嘞，哎呦，凤腿料呢，较大松的地方就係那個芹菜啊，還有cái葱啊，冇炒到較熟啦，就每套就較冇出來，較大松的地方係啲兩片，哎呦。阿邊個你嘅想法係乜計？這兩片有國家一個做菜菜啊，放雪。以後啊，呢一片主要係配到呢辣椒醬啊，呢個配落哦，搭配凍河，最主要底部咧水餃底部就有呢調出嘅水分啊。然後即啊都是誒講，你來別香又別到，但是點就講咧，又會從cái菜肉，吼可能處於真水好冇真按辣，冇真多變，已經係別個變到硬嘅，所以就那個口感上面搭配啊，其實有點點正差到樣嘅。小技巧，喊你把好記啦，好冇？好，唔過呢有張鐵一罐聽聽咯，鐵罐呢，藍水得到2份，唔過等下還有一罐，散下來開車前歇開下，來開下正經呢你客家嘅，咩想台灣呢呀嘅摘菜嘅小王子，甚至師傅帶來馬來試過料理有老大家分享咧，食材好料理。好，喺講兒童好食摘菜，就像你今日試嘅鹹水摘法，一聽就可以下摘菜嘅小王子，今日帶來料理係乜名誒？天貝三拼。哎呦，唐一都是講過什麼？三拼。三拼哦，就會用天貝來做散豆嘅料理。可是什麼是天貝？到底係乜東西？天貝它其實是印尼的國寶級食物，它就是用該粉條啊去做一個發酵，它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蛋白質的攝取的一個食材。哎，給大家傳過去看，我們一邊看一下。不是看過哈，看到。好，我們一邊看一下這邊其他的。是看過嘞，可以摸嗎？它會咬人哦。真的，好可怕。哦，好，然後來咧，這係一種粉條做嘛，用一種母條啦。我第一道先做一個沙拉，用生菜，還有番茄、檸檬跟甜椒，還有該水果醋用。第二碗係乜嘅？橄欖油。哦。天貝的料理方式，我覺得這個很好吃哎，這個挺好吃的。要去哪買啊？有機店，賣場。天貝哦。應該問雅瑜姐可能會啲哦，因為她是素食主義者嘛。該天貝就是狗嗎？有。吃起來到底像什麼？它像納豆，日本的納豆。娘娘係嗎？它沒有，它只是那個概念，味道很像。很像。那現在我們是用鋪嘅嗎？用鋪嘅啊，一開始的溫度都唔得跳高，跳高會外面很快的就上色，但裡面還蠻熟。哦。所以用，它不是熟的。它本身係熟嘅啦，咁個炸過會較香啊。好，用cái tomato 幫佢切。那基本上那來做沙拉之外，你天貝還做咧做其他買料理嗎？通常一定會炸過，炸過它的味道比較不會那麼的深啊，它有個味道也比較深。啊，通常就幫佢用cái炒啊、滷啊用做的。那可以直接乾煎嗎？做的，不過炸該較夾。哦。請問要炸多久？炸到它上色就可以了。哦。還有該油啊，然後就用該橄欖油，還有水果醋，然後會撈一點點進去，幫佢做一個乳化啦。冷壓的嗎？對，冷壓出炸，它就變成一個沙拉醬。哦。油醋醬就是這樣來的。這樣比較健康。這一集我們應該是以健康為主題哦。對，你跟雅瑜姐應該是知音哦。我可以跟大師學習。對。哦，差唔多嘞。要破果緊緊下用哦，豆香味有出來。好，準備我的秘密武器——手套。哦，你學徐師傅啦，知道。小米當紅。那個生菜用下來。哦，擺盤哦。你要上菜哈，因為要凍豆種啊，要貼片用板攞去鹹嘛。看自家愛先嘛該做的。檸檬和椰落去嘛。我會擠到這個醬汁裡面，幫佢該用啊，有它鮮明嘅味道。哎，你要破果唔會飲起來呢？唔會。會有一些像甜不辣。所以就把它夾上來。
哇，就这样子吗？对，橄榄油，安便宜哦。那个剩下的怎么办？剩下就剩下的是第2道、第3道的。哦， 3拼嘛，哈，一分一总好共第1道就完成，耶！第2道，第2次我来做一个麻辣天贝，食材就该蒜头、香菜、植物肉、豆瓣酱，对，做一个麻辣口味该。该下雅瑜姐妹有用到个新猪肉嘛？对，蒜头帮你切碎，然后热锅加一点油，所以等一下甜一头到去炒也是用炒该，用炒该，蒜头，还有植物肉，帮你爆香。植物肉没做得比较香哦。对的，那就亲像该猪肉啊，帮你炒到。不过你没油脂，然后你会标啊。所以要加多一点油。可是这会有像人家讲的，唔知佢加的嘛东西咯，也问题。你买就做得看那个上面的营养标识，它就开始出来就马该就做。要马该？豆瓣酱，辣的系吗？辣的。其实เรา炒一般嘅舊樣係差唔多嘅。香中，還有嘅調料。好，調料。哇！還有水。水哦。水，好，多啲。哦。好香哦！姜妹幫佢炒出來。還有嘅天貝。主角。哦，直接用落技術就得咯。哇，这真的太棒了吧！你每次在做菜的时候，婆婆、妈妈、姐姐们都对你眼睛冒愛心哎！你看那邊愛心刷一排了。那不就還好？現在可以戴口罩，不然大家嘴巴都張開了。好，還有老雞花椒油。花椒油應該還有別個了。還有該香菜。花椒油，他剛剛有加了，他自己事先現別個該。哦。還有該太白粉水。我給勾芡了，那用它的醬汁就會把它鋪到上面了。哇，我要真緊講哦，係要您做菜菜後，你係體熱解，不係講感覺好似不一樣。不是講給黑雅嘅菜嘛？天菜，它是你的菜的，請來點掌聲，拜託。太厲害了！你們師傅還沒有時代還在較勁，你讓我更愛主持這個工作了。你愛主持對不對？我愛林勝志。第3道係該做個壽司啊。哇！日本料理哦。材料就該米，就是醋飯啊，鳳梨漿、美乃滋，還有菇。還有玉米筍跟這個蘆筍、綠竹筍，對，給它切丁。我來看你講因為做壽司啊，沒有海苔呢。我是把它做成一個像一口的這種，就是有番啊，有天貝啦。我的一口大概這樣哦。按太粉嘛。就該鳳梨漿，我給切個綿綿。那鳳梨漿係買嘅。買嘅。可以放到這個美乃滋鳳梨醬，鳳梨豆醬，鳳梨豆醬。你鳳梨醬會鹹嘅呀，要甜嘅。鹹甜，就較鹹嘅酥類啊。我已經看過，個醬鳳梨做咧變到美乃滋的地步度誒。沒有看過。哦，你啊菇啊、爆笑筍啊、然後竹筍全熟嘅東西哦。熟嘅，咁你不用燙過了。放下來。哇。就是該鳳梨醬。哇。有該菇。哇！你去哪裡找這麼小的菇啊？好可愛哦！還剪哎！看你做料理真的會，就是突很療癒破我們的五官呢。好，安陽就是來一口這個匙。我哋讓大家講一下，因為你看天貝啊，我們但強是做在做一套料理。對基來講哦，他在業界有一個小稱號，叫做林勝時。對。後來一個什麼？真的。都可以做變化。對啊。你第幾個名按到馬蓋嗎？林勝志、林勝時。你看做出來就利用啊，青蔥皮啊，就做嚟煮湯啊，不要浪費啊，發揮下崗應該精神。哎，你今日這跳舞服務113出料理啊，哇，滿滿的一顆哎。對，可以。哦。所以我們待會是3道菜都做色雷豆嗎？啊好，不要猜拳，好棒！剛才太感動聽，很開心哎。用到當杯。
对雅瑜姐来讲吼，这也符合你对素食的定义嘛。对，简单的料理，是穷，完全没有油烟。对，而且好简单哦。咪咪姐，你有什么问题？你觉得看到现在 OK， 他的意思说，他等一下我们给他5分钟，他也可以拼3拼。没有，我拼10拼。这什么？好厉害！大概造景啊，嘿，大概造景，观众朋友，你系你做嘅么？嘿，来做该。请来点掌声，拜托！太厉害了！哎，你们师傅还没有时代还在较劲。摸啦。这一季开始已经不是拿实际浮夸的盘子，还去搞周围盘。是菜变法。哇，好疗愈哦！哇，天贝3拼，阿娘就后 C 喽。这真的要来一点尖叫声了！那个天贝3拼哦，啊，先摸一刀个，太家先吃看呐。哎，有建议写个顺序吗？哎，对。这得先是该沙拉，再来是该这个1口的寿司，好，最尾呢就都得是该麻辣该天贝。好神奇的口感哦！对，沙拉。那种面咩，各位皇體會強，7分強，火鍋嘅嗰啲皇體會強，係要卡散出來安呢。很有勁吃誒。哦，當好食哦，我冇試過呀米頭哦，口感當好。而且也有一點薯餅的香氣，我不知道為什麼。係，咪咪姐覺得呢？很香。其實係我食到嘅係幾個口感，我第二口你炸個咬，要幾位幾咬幾香誒。好厉害的食材哦！对，我们的素食公主雅瑜姐，让拱一行。好好吃哦！因为我刚开始接触天贝的时候，我不会料理，所以我吃的时候我是觉得有一点点味道比较重。就我发现老师做的完全都没有，好好吃哦！对，真的好棒哦！所以好得很耶，因为人家係提100食到2食菜，假是唔係你做嘅，我可能就死不敢碰它。我第一次吃到，很好吃。嘿，口味又好。你让我更爱主持这个工作了。你愛主持對不對？我愛林盛智，我愛煮。其實依類口感，真係綿綿咩咩，像係整個嘅部位啊，係番薯條樣，啊唔過香氣呢，就係當牛嘅黃體會香，都會留佢做邊班呢。阿邊個你知道咧？知道最主要的哦，你係馬沙鋪嘅，鋪到暗口。你咧食材好特別啊！好，但有人可能看到呢個東西，佢想到像納豆啊，納豆有人是會驚。但係你每個叫鋪過以後啊，佢一頭嘅梅頭啊，香味啊，佢係拉起來，有綿密嘅口感，有飽足感。真緊要按摩一下，因為一開始係真緊要你來處理嘅，好多杜好可能未動搖勁哦。啲擺看到裏邊色都甜下來啊，完全冇錯可以甜下來。唔講呢，家啲館比賽天天，馬上就會進行最杯面一館的挑戰咯。百變料理網，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自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亞館唔但將係比面試，咪愛比創意哦。到底內嘴真係正經嘅百變料理網。一家之主，你誰來上菜了？哇！要都係看到一條前有農場，到底地圖空係乜嘅邊咩咧？好，打開咗本大家看咯，就係挑菇。這我很喜歡呢。今天這一集是專門為我做的嗎？其實係味道機啦。哦，因為嗬，嘅挑菇嗬做啲種當多嘅料理，譬如講有乜嘅？一做做到變齋嘅牛排。從口感是從生肉嘅嗰個感覺，幾條愛煎咁嘅。冇時嚟叫嚟做一下塑形起來，都要嚟煎咁嘅。我覺得食起來嘅梅士佢冇賣強種，冇賣，但是最主要係從口感啊。
哦，森之师傅嘞？冲煮师傅讲该牛排做得，因为太低该做牛排，啊细低冲底下总该就做该炸鸡块。哦。像该咸酥鸡，按猪头就做该麻油鸡汤面线。哦，好厉害哦！好啦，总共有个后头骨呢。你两组的长水炸猪按摩做在做，把一个上的出马鞭发了吼，马上就那样按正规食材来进行挑战。耶！好了，扛起来呢，大家欢呼的这么大声，应该是非常有信心哦。没错。风吹要那样后头骨鞭发出来料理菜名系嘛该？麻油、茶香、头菇。哦，扛起来动真的诶，又有麻油哦，又有那个罗切点菜咯，切点菜，嘿，有信心吗？有。好，来看一下后头骨喺做啲做乜嘅變化咧？咱隨今日帶來嘅菜名係3杯黑白配，黑白配，3杯黑白配，就係黑白配，啊，輸的人喝3杯。你喝？3杯牛扒配。哦，就係攞去做嘅肉芎蓉啦，用3杯嘅方式來料理，係冇？係。咱隨住信心冇？有。好，冇問題。好，馬上倒數3、2、1，唱開始。猴頭菇我好愛喲！真的嗎？哦，因為佢食起來都有這種口感，很會吸汁啦哈，也很會吸油呢。對，所以大家看到那種料理。哎呦，你們準備的食材也太多了吧？還有幹嘛該？那是什麼？這個，那是蒟蒻。蒟蒻。哎，我最愛吃那個呢。我們要放一點油，麻油，麻油哦。因為這個要比較久，所以要先下去弄。其實你要免沖蛋搶那個煎，是凍擦擦凍好些嘞。其實你可以不用電臂煎一下，先備料哎。哦，錯。對，我可以邊煎，因為這個比較久。他是不是看到你整個都昏掉？對呀。對呀。有時候喜歡一個人要用到性感點，然後表現出來。聽不下來。慢慢聊，慢慢聊。什麼會斷掉？這個皮蛋啦。哦，那你要澆水嗎？不用澆水啦。你係乜嘅東西？海苔米糕。海苔米糕。你係食齋嘅，梗係豬血糕同樣嘅。係啊，齋嘅。其實用海苔。還有放皮蛋哦。哎呦，有。等下放皮蛋，要炸皮蛋。這是什麼粉？這是地瓜粉。哦。哎，你下面係麻油係嗎？哎，該麻油用嗎？甜sau嗎？哎，甜sau會浮浮哦。那你們的3杯是哪3杯啊？1杯醬油，1杯的麻油，然後還有糖，1杯的糖。這個是糖嗎？對，這個是椰糖。用乜呀姐？你用嘅係椰糖哦。對，因為它有香氣。今天真是開了我的眼界。哦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這種用海苔來做嘅低血糕。你這樣 OK 嗎？我看一下。你在問你寶貝嗎？可以了，把移過去一點，讓它慢慢炸。你先丟皮蛋好了。平常時吧，雅玉姐有機會跟媽媽一起做菜嗎？素的話比較會，她很會去變那個素菜啊。她沒有覺得自己委屈，或者是吃自己不喜歡的。對，所以就是吃素食，我也可以吃得很開心。用筷冇辦法黏起來啊，會斷掉啦。什麼會斷掉？這個皮蛋啦。哦，那你要澆水嗎？不用澆水啦，用番薯粉弄去就對了。好啦，等一下都做了。好。我就發現到以前事情哦，你這個凍咖魚蓉該成日掛到擺盤呢。你們這道菜哈，等一下煸過以後還會做嘛？還要做什麼？就加那個9層塔。哦，還有在挑蟲嗎？要看有沒有。我在想今天我冇煸到的感覺。冇，對啊。冇個春冇燒，係啊，冇燒就煸唔到。但係後頭菇咧，在裡面的。哦，這個在裡面，而且是用手扒的，對不對？對，猴頭菇唔係，猴頭菇用切的。他剛剛用切的，一些他要用扒的。對，有一點的。那你要讓它放置一下，這樣子。那等一下的調味部分呢？用蠔油，然後一點點醬油。哦，所以就鹹鹹嘅。對。好，不然你煸一下，我過去看咱水咯。好啊。吉祥姐，你要來一起顧嗎？好，謝謝。好，他讓他等一下就很快。你不要一直翻它。
哇，哎呦，两片没动响音哎。好嘞。全部冻酱啊。好嘞，好。这个呛水是马上配改，我自己配的。哎，你们都没有一个问题吗？哎呦，连黑白配都在哪黑白配啊？哎，黑白配就是黑色就是皮蛋、海苔、米糕，然后白色的话就是我们的主角猴头菇，所以把它取名叫做3杯黑白配，就还蛮一个创日料理。只是我用一个3杯的理念来把它就是 mix 在一起。哎呦，还没差不多好的呀。哎呦，还没差不多嘞，用米出来的呀。好，按用时间差不多，你先给我来个片看一下。好。哎呦，两片没动用哦。有香嘛？全部又变多嘞。有变动。啊，起先差不多。既然在最后，我可以用就好哎。那我们就来去倒数喽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！马上就吃看下永远的猴头菇，研发出来料理，哪家较赞到嘞？哇！用猴头菇编发出的料理，两组都冇 Q 用，看起来对风水耶，现在开始吃看了。哎呦，剪都有一些焦香，而且米头没调得懂厚哦。还有变多的哦。哦，好吃，还几百吃哎。咪咪姐吃了，好吃啊，清爽。刚好基隆沙了讲的时间哈，我就看到雅瑜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表达？好啦，懂了。因为其实下烫，对不对？那除了跟那个部分之外，还有嘛个？味道很好，我觉得可以把塑料做成就是很有味道的话，让吃的人很开心，就是一件幸福的事。错。咋个来问一下用咩啊姐？这个只是吃到很辣了，但它口味很好。基隆沙仅仅是下烫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。很淡。冷水做嘅，这个叫做3杯黑白配。黑白配。来，非常的甜呢。韩国嘅猴头菇吼。这接到的梅哈，非常辣哦，每一口咬下去都是爆汁的。皮蛋也冇试过，哎呦炸过，哎呦混了一下，腰果哈，还有四季豆，哎呦海起来当吼，米头当吼，懂得用现在对不对？咪咪姐呢？好吃。特别喜欢哪一个食材？皮蛋。两下王一讲嘞，真经好，都好咸的雅瑜姐。我是觉得我自己吃是稍微辣了一点。对，不过它如果是拿来配饭配馒头的话，它应该是很够味。对。我们娘妹姐你觉得嘞？吃的很好吃，生到很骄傲。我也是第一次吃。娘妹啊，这个吼体质白血嘞。因为我才第2次煮。你第2次煮？哎呦，是走在煮到暗红嘞。所以你一下外环师傅来修理一下咯。我们知道两组都懂，咱们等下你就马上来评分咯。好，刚刚那两组都真劲很好吃，还个有惊喜的地度，马上前抢3支师傅抢分数。好，唔怕，大家来看一下阿斌哥抢分数。哇，真是让嘞！好，3支师傅抢公平。好，用对个每套都懂好，我还忙先就牛皮到该香味的啦。风腿两片呢，切到该猴头菇该大小刚好，然后有整个吸附到这个酱汁该每头啦。然后还有该剪炒该香味就有吸到。啊，蓝腿呢两片猴头菇比较大颗一点，然后吸附的这个酱汁就卡冇暗冲啦，然后剪炒呢就冇炒到清熟。安用，原来安用。不过阿炳讲你的想法是嘛个？其实两片都来做咧再出来，算做到以后整体的咧色香味啊，会冻四川冻澎湃啊。风水了后可能香做下咧嘛，容易意思会降嘛，因为降讲会腐，所以你的火候是好带，变到越可能冇变到暗差，然后好了的色香味搭配生木啊口感的东西好多一下层次感，你也用有。玉米笋啊，有四季豆，有该多一只腰果，或者是有切的东西，有软的东西搭配样因啦。两片各有各家自家的味道啦，全1盒。全1盒，所以本期大家总胜福利。马上就要颁奖喽！耶！好，今日嘅比赛结
歌出来，恭喜南吹得到3分，風吹得到1分，恭喜南吹！恭喜南吹做得到3000塊嘅加菜機，恭喜！你風吹嘅獎品要當好，今日有2個獎品，一個係不吸水的木纖維砧板，還有手工能強菜果子嘅刨切組。謝謝，謝謝。恭喜恭喜！好，你好，來問一下吼，阿姐吼，今日讓你嘅媽媽共下來參加比賽吼，心情一定很不一樣，讓大家來分享一下。要来拍的时候，因为我也没有上过电视节目，其实我蛮紧张的，因为我们的做菜的大部分都是在自己的厨房，是没有压力的。主持人很活泼，老师也是很好，所以呢，你就释放出那种压力出来以后，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紧张。你看到好像就是好久没有见到好朋友一样，所以就像一群好朋友大家一起煮饭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很幸福哦。非常感謝你哦，本你帶到吼食物到了一種藝術的美感，謝謝你，非常感謝。我這麼說，大家互相努力。大家都要問一下，我問阿姐吼，讓你妹哦共下來比賽，佢心情係乜嘅？我感想咧，咪係乜嘅？攞大家講。今日來到了位，老阿妹寶貝女兒啊，一起來心情同歡喜，然後你的工作人員或者大家好朋友都很快樂，給我們有一個機會在。可以學很多東西呀，分享素食的好吃料理。恭喜，謝謝。好，剛剛呢，一直都講到你回想起啊，20多年以前對梅燕嫁到台灣來，哦，我看人家教翻講到暗針的要做台灣人啊喏，今日來參加比賽有乜嘅心得，老太太分享一下。看到主持人安慰做菜，計做廚做嘅菜安好食，哦，大家嗌得人愛多學起來。佢當時忙呢，佢從邊當做啞巴，一結束馬上就要比賽，當用心，謝謝。佢真係當真的。那我呢來參加今日你節目地度嘅小可愛咪咪姐，老太太來分享一下要幫你參加心得。今天很高興能夠來到這邊參加這個節目，我覺得這個節目非常的好，大家可以來這邊用輕鬆愉快的心情來煮一些料理，然後也可以認識很多好朋友，然後也可以學到很多東西。謝謝大家。咪咪姐太認真了，其實第4代哈非常的外向熱情。真嘅。你喊老人家講喊白哦，喊我會動來砸過來哦。為了我再來，是不是？對，會。確定哦。好。打勾勾，手牽手，不騙人。沒問題。好啦，我講呢，前半年喺啲節目當中，睇家姐看到，你3關地度做嘅都係在菜料理，我相信每半觀眾朋友冇同樣對在菜嘅想象，我希望大家要記得咯。現在你好食嘅東西，我記得呢，現在嘅空間嘅飲食路線。冇唔錯，就個呢咪去撈大家嗬，來分享一樣當好嘅齋菜嗬，打破你嘅既定印象。其實齋菜係另外一種很好嘅生活方式咯，未冇聽錯。所以日日歡迎大家來分享你自家當好嘅生活方式，嚟分享你自家做菜嘅料理哦。依家之主等等睇自家共下來分享人嘅美食概念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